抱着服务社会、造福人群理念的新白鹿燕窝观光工厂的总经理，同时嘛是现任国际狮子会300地湾区第19分区主席林义书，因为深深体会消防同仁伫保障市民财产安全的付出，因此结合民间的企业甲狮子会，共同捐赠一批防焰拌面罩加手持式的热显像仪，价值大约46万外。很久以来，我们就会知道，其实，在火场上的冲锋陷阵的救难是非常非常辛苦跟危险的。但是有很多的装备上的不足，会导致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弟兄在执勤的过程中受伤害。所以有这个机会的时候，我也跟消防队的这些年轻弟兄在讨论，那你们需要些什么？那我们的捐赠的东西是不是真正能够帮助到你们？好，在你们在前线救护我们的时候，也能够保护到你们自己的生命安全。所以有这个机缘，我们就一直以来就跟消防队这边有一个很良好的互动，在我们有能力的范围之下，然后我也把这个讯息带给我们狮子会所有的同仁，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借这个机会了解这些在前线努力救护我们的人，他有生命要保护他们的生命健康的一些需求，所以呢，这不是我们第一次站在这里，那以后绝对还会有另外。好，再一次或在第2次，但是第3次，只要我有能力的一天，我们都会希望能够为我们的消防队、为我们的社会贡献一份自己的心力。0206地震的时候，在搜索，在黄金时间要搜索是否有生命迹象。那倒下来的大楼那么多房间，那么多碎块，那么多倒下来的建筑物所形成的孔隙，那在那里面找到人，大楼那么重，这有点像大海捞针。你没有借助科技装备，事实上，往往，在你找到的时候，已经错过黄金时间了。所以热显像仪，还有呼吸探测器，这些都是能够找到生命迹象的很重要的器具。另外，在消防现场、在火灾现场的时候，热显像仪也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火源。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的。当然，这是消防是一门科学。那我们科学就要借重科学仪器。市长表示，有了这批救灾的装备器材，不但对消防人员的救灾工作真有帮助，而且具有实用性。会中市长嘛回赠感谢状，一方面感谢善心企业的关注，另外嘛希望借此抛砖引玉，唤起社会大众更加侪善举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